各位兄姐，大家平安。这是准备心来今仔日敬拜，请走工。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凡那伫我内面的，定着学乐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三甲来吟圣诗第112首，主保惠会洗清咱。会众请起立。咱犹原徛咧，用四读圣经来做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昔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甲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来启用启文第33篇，也是诗篇139篇。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对真远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你亲手保护我。遐尼高深，超过我的了解。
走到倒位，我才会当多闪你。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也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甲我抓走。暗时亲像日时遐尔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多，透听你的奥妙。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咱三角额头来祈祷，疼痛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疼阮世间人，将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来钉死伫十字架顶，替阮人类来赎罪。既然信主耶稣的人，拢会得到救恩，也透过耶稣死搁活，互阮这信主的人也有永远的盼望。主啊，阮拢是有罪的人，亏欠主耶稣交代的使命。你互阮的身份成做你的囝儿，成做你的门徒，爱阮每一个人，互万百姓拢成做你的学生。总是阮努力无够业，求主赦免阮，也加添阮的心志，互阮会当往头前所查的标来跑走，为了要得到对天要互阮的奖赏。主啊，求你互阮堂教会所有的肢体会当同心协力，去做主耶稣你的身躯，互堂教会伫这个地区成做福音的灯塔，引带侪侪人来行福音的道路。信靠主耶稣，阮就要得到平安甲盼望。求主圣神引带，互张传道透过伊的话语，坚定阮每一个人的信心。会当行出你的旨意，求主安慰牧师甲伊的厝内人，也失着家己的亲人，无遇到过头的悲伤。主啊，阮也为台湾即次的民主的选举，一切会当真平安来献上感谢，互阮大家会当做伙牵手来为即块土地人民来拍拼，成做一个美丽的所在。求主安静阮的心，主神上帝所教示阮的话，愿阮今仔日一切的崇拜、荣光拢是归乎你。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3章13、19、17节。去合本伫第3面，汉语本嘛是第3面。迄时，耶稣对加利利到约旦，就问约翰，要对伊受洗礼。若是约翰阻止伊讲，我合该对你受洗礼，你反转就问我吗？耶稣应伊讲，当请问我，因为咱合宜着安尼来尽隆重的义，就问伊。耶稣已经受洗礼，脸面对水涨起来，天忽然为着伊开，伊就看见上帝的神亲像子仔降临，伫伊的顶面，搁对天有声讲：这个是我疼的囝，我所欢喜的。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赞美圣歌队，人人需要主，人人需要主。
正道，请张传道，伊今仔要甲咱讲的题目是“当死当搁活”。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伫马太福音这段经文，是伫咧马太福音的第3章，就是咱所知影即个行洗礼即个约翰的一个故事。约翰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吼，伊是一位伫耶稣开始报道的进前，就伫世上教示人的一位先知。约翰开始出现伫圣经的记录当中，是伊开始伫约旦河为人行洗礼的这个时阵。咱来看吼，马太福音第3章的所在，伊是安怎讲的？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在第3章的部分，他是怎么说的？约翰福音第3章他说：“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的地方，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了许多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啊，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在这个所在啊，约翰用一种非常严格的态度来指责这个法利赛人，甚至伊对法利赛人讲：“恁根本啊，就是一顶刀蛇。”约翰讲：“恁这个刀蛇啊，恁想讲恁有法度刀劈上帝的审判？恁是安尼想的吗？”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约翰面对一群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来到他面前说要受洗，约翰用一种非常严厉的态度对他们说：“你们是一群毒蛇的种类，你们以为你们可以逃避那个将来的愤怒吗？”其实我真无法度了解吼，头一届我读这段圣经的时阵，其实我无法度了解为什么这个约翰的态度是这么啊严格，这么啊甲拍，讲因是一顶刀蛇吼。接下落来，约翰讲：“你得结出果子，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那无咧，那无结出果子，会发生什么代志？兄弟姊妹，若是这个所在，若是你是这的法利赛人，你听到约翰甲你讲，你今仔约翰的头前甲讲，我想要你帮我行洗礼，但是约翰甲你讲，你是毒蛇，而且约翰甲你讲，你要结出果子，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若是你是这的法利赛人，你会想什么？你会想到什么？为什么约翰要这样对我说？约翰不只说这些，他接下来说：“现在斧子啊，已经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要砍下来丢在火里。他手里拿着畚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尽的火灭掉。”兄弟姊妹啊，其实吼，我真无愿意每一届的讲道吼，讲到圣经的道理的时阵，拢讲到这么啊吓惊人吼。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没有结出好果子，我们的下场是像那个树，还有那个没有用的糠一样，被丢在火里面烧掉。顶届我伫遐讲道的时阵啊，我讲到这个故意犯罪这项代志。迄当阵啊，咱的会友有人甲我讲，传道啊，你每一届讲道吼，那拢遮尔，互我安尼感觉足挺当的吼，让我们觉得很沉重、很严格。可不可以多讲一些福音的事情，不要讲这些审判啊、惩罚的事情？但是啊，兄弟姊妹，我甲你讲，我无法度欺骗我家己，因为圣经内底的确有明白吼，讲耶稣以审判的这个标准。这个所在啊，所讲的这个无结出果子的人，因是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在这里啊，我们说这些没有结出果子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以至于施洗约翰一看到他们，就跟他们说：你们如果没有结出果子来啊，与那悔改的心相称，那你们的下场就是被丢在火里。接下来，耶稣啊，伊出现啊。耶稣伊亲自啊，透过一个行动来甲咱讲，来甲咱说明讲，什么叫做无结出果子的人。接下来，耶稣他登场了。在施洗约翰讲完这段话之后，耶稣也来到约旦河边，他跟约翰说：“我要受你的洗。”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怎么说。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拦住了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到我这里来吗？”弟兄姐妹，你想象一下，施洗约翰完全明白这位耶稣是将来的那位救赎主弥赛亚。你想想看，如果你是约翰，今天救主耶稣基督站到你的面前，跟你说：“你帮我施洗。”我如果是约翰，我会跪在地上说：“耶稣啊，我凭什么帮你施洗？你是神子啊，你是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我这个人凭什么为你施洗？”但是啊，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约翰只好顺服耶稣，为他施洗。兄弟姊妹啊，伫遮吼，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请问大家，耶稣刚需要受洗礼？耶稣需不需要受洗？耶稣需要受洗吗？我再问一个方式：受洗的意义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透过神仆施洗约翰。用水把我们的罪洗净。如果照这个意义来说，我请问耶稣需不需要受洗？耶稣不需要受洗，为什么？因为他是普天之下唯一一个从来没有犯罪过的人。如果是这样，他是最有资格不用受洗的人。可是我们在这里，他看到他非常非常坚持，跟约翰说：“我们要尽诸般的义，你要为我受洗。”我想问大家啊，为什么耶稣要安尼行？为什么伊这么啊坚持伊要受洗礼？其实耶稣是透过洗礼，甲咱讲，连我这个完全圣洁的一个圣囝耶稣基督，拢愿意伫上帝的面前，透过洗礼，表示我家己对上帝的谦卑甲敬畏，而且恁人啊，爱结出果子。恁人若是要结出果子，必须先伫上帝的面前，透过洗礼宣告伊真实的悔改。如果一个人要结出果子，他必须要在上帝面前真心的悔改。施洗约翰曾经应许过说：“我是用水帮你们施洗，但是呢，将来的那个，我连帮他提鞋解鞋带也不配的那个，要用什么帮你施洗？用圣灵与火帮你施洗。”弟兄姐妹，这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没有真心的悔改，我们无法领受那个圣灵与火的洗的时候，人是不可能结出果子的。人之所以可以结出果子，是因为圣灵在他的里面帮助他结出果子。那呢？如果是这样，人是要安怎结出果子？人爱如何才会当结果子得到救？这个问题啊，非常非常重要，咱必须爱甲解释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啊，无结果子的人会他的下场是什么？用不灭的火烧尽。所以我认为，结果子的意思是讲呢，是讲什么？一个上帝的囝儿，因为真心悔改、真心的悔改，而且受洗礼以后，信心这时啊，会充满带伫这个人的内面。这个人啊，的性命会因为信心的帮助，愈来愈侪吼，伊会愈来愈侪足侪好行为。这种的好行为啊，我认为就是约翰所讲的果子。所以结果子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真心悔改之后，圣灵会住进他里面，并且时时刻刻提醒他、引导他、充满他。人在这样的状态下，人的生命会改变。
出现了很多很多好的行为、善良的行为，圣灵的9种果子，他乐意行善，帮助他身边的弟兄姐妹。这些个好行为，我认为就是施洗约翰所说的人结出的好果子。所以啊，我现在用一个定义来说结出好果子，就是依靠着复活的圣灵行善。我说这个叫做结出好果子。那呢，好行为啊，好行为好的行为到底是什么呢？什么款的行为叫做好的行为？爱解说这个好的行为啊，我想要用一个耶稣亲自的教示的一个比喻来说明，到底什么是好行为？而且好行为的意义是什么？好行为对咱有什么款的好处？这个譬如啊，同款在马太福音，这个比喻啊，同样在马太福音。我要透过这个比喻，让大家了解什么是结好果子，这个好果子背后所代表的这个好行为到底是什么？而这个好行为，这个好果子，对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弟兄姐妹，如果你手边有圣经，我麻烦你翻一下马太福音的第25章。我们要来讨论一下要怎么结出好果子。马太福音25章的31节。如果你有纸本圣经，手机也可以麻烦你帮我翻和合本25章31节。如果翻到的人，请你告诉我一件事就好了。你告诉我31节的上面的标题是什么？大声一点。论审判，对不对？你的版本如果跟我一样，31节上面的标题叫做论审判。弟兄姐妹，接下来这一段呢，很不好意思，我还是用华语表达会比较清楚，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请你包含我的有限的语言能力啦。31节上面的这个标题叫做论审判，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啊，耶稣基督，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完全关乎到末日的时候，我如何审判这世上的人，而且就我的神学认知，这个审判完全是针对基督徒，不是未信者哦。弟兄姐妹，你要先清楚知道这一点，这个审判的对象是基督徒。我们在这个前提下来看一下这个审判。马太福音25章31节这个地方出现了一段文字，这段文字说明了这一段文字为什么叫做审判。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念，麻烦你们帮我念红色的字，我来念黑色的字，可以吗？在 PPT 上面。好，预备，请。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我们先念到这里，弟兄姐妹，你看清楚这段经文，他说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启示录的记载，末日来的那一天，他会施行审判的工作，而且耶稣基督如此的爱我们，他把他审判的标准清清楚楚的写在马太福音25章论审判这个单元里面。我要你们非常非常注意耶稣基督他审判的标准是什么？他接下来要说了他说到时候啊，我要把基督徒分为绵羊跟山羊两种人。分别出来，这边绵羊，这边山羊。接下来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人可以当绵羊。于是王啊，对那右边的说，右边的是绵羊还是山羊？绵羊。王对绵羊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他对绵羊说啊：“你们会得救。”你们会进入那个我父上帝预备的那个国，那个天国美好的地方。好，而且啊，我要告诉你为什么你们可以进天国。我非常清楚的告诉你们进天国的标准。因为第一个，我饿了，我肚子饿了，你们给我吃；第二个，我渴的时候，你们给我喝；第三个，我当作客旅的时候，你们让我住在你家。有一天啊，我赤身露体没衣服穿的时候，你把衣服分给我穿；有一天我生病的时候，你来看我；我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你来探望我。请问一下，这个里面的主词，这个我是谁？我是谁？我饿了，这个我是谁？耶稣基督
这个时候我们精神开始错乱，为什么？耶稣基督如果对你说：“孩子啊，孩子，你可以成为绵羊，因为有一天你遇到我。”听清楚哦，你遇到我，耶稣基督，而且我跟你说，耶稣基督跟你说：“我肚子饿。”结果你很好心，你把便当分给耶稣基督吃。第二件事情，耶稣基督在你面前说：“孩子，孩子啊，我口渴了。我是耶稣基督，可是我口渴了。”然后你就把水分给他喝。接下来你让他住，你让他穿，他生病你探望他，他来监理的时候你去看他。精神错乱为什么？在场弟兄姐妹，你遇过耶稣基督跟你说他肚子饿的，请举手。没有，没有人会遇到耶稣基督跟他说他肚子饿了。那耶稣，你到底在讲什么？那这样谁可以进绵羊？可以当绵羊进天国？没有人遇见过你，我怎么分便当给你？好，所以呢，这个义人就问他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啊？我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给你住？我什么时候见你病了然后来看你？”王回答他说：“最下面这一段，王回答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我做在我身上。”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哪里？耶稣基督就是你身边那位最小的弟兄。如果你身边有一位最小的弟兄，他跟你说：“我肚子饿。”你刚好有2个便当以上的钱，你把1个便当分给他。如果他跟你说：“啊，我渴了。”你刚好财产超过2瓶矿泉水，你把其中1瓶分给他。如果说你发现你有一个弟兄他生病了，躺在医院里，你去探望他。我告诉你，你探望的不是最小的弟兄，是耶稣基督本人。人之所以可以成为绵羊，是因为他在生命当中遇见了这个王，对他表达他的需求，而这个人在接受了这个需求之后，立即的把他所有的分享给这个需要的人。我们来看一下山羊做了什么事。王又对那左边的山羊说：“哦，山羊是我写的啊，山羊是我说的，左边的是山羊。”王又对那左边的山羊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弟兄姐妹，很现实的，我们信仰当中很严肃的一个部分，我们信仰当中有人会变成山羊。我们平常觉得我们的福音是温暖、安慰人、充满爱心，让人听了就很开心的。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是信仰当中有很严肃的部分。山羊的比喻，我认为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部分。耶稣基督说：“你们当中有一群人会变成山羊，而且我告诉你为什么，你给我听清楚。因为啊，有一天我在你面前说我饿了，你没有把便当分给我吃；有一天我在你面前说我渴了，你没有把矿泉水分给我喝；有一天啊，我从很远的地方来到你家附近，需要一个地方住，你居然不愿意将你家的房间分给我住；有一天啊，我生病了，在躺在医院里很孤单，你没有来探望我；有一天我穷到连衣服都没得穿，你却不愿意将你家满柜子的衣服分一套给我穿。我告诉你，你不是不分给最小的弟兄，你是不分给耶稣基督。你的下场是什么？你会变成山羊。山羊的下场是什么？进到那个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永火里面去。好严肃，弟兄姐妹，好严肃。也许你今天早上，弟兄姐妹，也许你今天早上来到我们的教会做礼拜，你的心情是：我早上做完这场礼拜，我下午要好好过我这个礼拜天的假日，吃顿好的，看场电影，跟男女朋友约会一下，享受一下我周日的这个生活。可是偏偏今天早上传道就跟我讲山羊的比喻，好沉重。可是我刚刚说了，圣经里面写了，我就不能不说。讲到这里啊，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哈。有一个小孩，他叫阿玉，我要讲我跟阿玉的故事哈。各位知道，传道以前是在育幼院里面当社工，阿玉是一个孤儿。然后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大概是小学6年级左右。
我跟他认识了一段时间，这个孩子很给我面子哦，他跟我的关系还蛮好的，我们很相爱，我很喜欢这个孩子。有一天啊，大家知道我喜欢钓鱼嘛，对不对？有一天我带他去钓鱼，钓鱼是不是要拿那个虾子？有可能要拿一只虾子勾在那个钩子上去钓鱼。那我就跟阿玉说啊，你去抓一只虾子哈，因为我们旁边有个水桶里有虾子，你去抓一只虾子来，好，我要勾在钩子上，我要去钓鱼。啊，那个虾子是活的。阿玉就跟我说，小玉叔叔，我不敢抓。啊，我说你不敢抓虾子？你知道阿玉的身材跟我差不多，没有像我那么胖，但他很壮。我说你一个大人大种哈，大人大境，连一只虾子都不敢抓，是怎么回事啊？阿玉跟我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小玉叔叔，我小时候，我爸爸有一次，他为了惩罚我，我做错了一件事，他为了惩罚我。这件事情是发生在阿玉大概5岁的时候。他说，小玉叔叔，有一次我爸爸为了惩罚我，他叫我把我的外裤脱掉，我只能穿一条内裤，然后我不能穿鞋，光着脚丫站在我家的客厅。我父亲为了惩罚我，他拿了一整箱子满满的螃蟹，活生生的螃蟹，倒在地上，让这些螃蟹在阿玉的脚边爬来爬去，蛰他、夹他。阿玉那时候啊，吓得痛哭失声，吓到他尿失禁，撒了尿在地上。阿玉跟我说，从那天开始，小玉叔叔，任何活的东西我都不敢碰它。任何一只活的东西，哪怕只是一只小蚊子、一只小蝴蝶，我都不敢碰它。因为我曾经在我家的客厅，被那些可怕的螃蟹吓得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阿玉是这样子，因为这些事情，他被社会局通报，然后被送到我们育幼院。不好意思，我补充说明一下，我分享阿玉的故事是有经过阿玉本人同意的哈，不然我们不能分享这个故事。阿玉现在已经长大了20几岁了哈。好，然后就因为这样哈，阿玉小时候常常被这样对待，所以他长大之后，身为社工的我非常清楚知道这个孩子很特别，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里面的能量是比别的孩子少，比别的孩子差的。如果一般的孩子可以好好的在 7-Eleven 里面打工，做这个时薪的工作，他是做不到的。不是他身体有缺陷，是因为他里面有一个部分被深深的伤害，以至于这个孩子跟别人的人际关系是有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障碍。如果一个孩子他没有办法处理人际的问题，他就没有办法工作。所以你知道吗？自从他离开育幼院18岁到今天，已经5-6年的时间，他非常非常努力的在每一个工作上想要做好，可是他做不到，他总是没有办法通过试用期。可是他告诉我，小孩叔叔，我不放弃，因为你跟我说上帝会帮助我们。小孩叔叔，我每天晚上都在祷告。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时候我在念神学院，我是一个经济状况不是那么好的一个神学生，因为神学生本来就没有收入。我接到阿玉的电话，阿玉在电话那头就跟我说：“小孩叔叔，我肚子好饿哦。”啊，我说：“你肚子好饿？啊，你没有吃饭？”他说：“对，我没有吃饭。”我说：“你怎么不跟我讲啊？”我说：“你几天没吃饭了？”他说：“叔叔，我已经3天没有吃东西，没有喝水。”你知道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吗？我第一个反应是说：“你怎么还没有死啊？”他说：“你不是怎么不早点跟我讲嘞？”然后我就说：“啊，你等一下叔叔待会就汇钱给你。”我走到那个便利商店里面的时候啊，我拿出我的提款卡，然后准备要汇钱给他，结果我发现一件很尴尬的事情，我的提款卡里面只剩下1500块。我说明一下，因为我当时是一个就是比较清寒的一个神学生，然后我的户头里只剩下1500块，然后我就在想说，那我要汇多少钱给他？弟兄姐妹，如果我汇500块给他，可以吗？我告诉你不行了，为什么？因为500块提不出来，因为提款要1000块，对不对？好，所以我最少要汇1000块给他。好，如果我汇1000块给他，我剩多少？我剩500块，结果觉得哪里不太对哦。所以我是施予者，他是接受者，结果后来我剩500，他剩1000，不是应该反过来吗？这是人的心理障碍啦，我不应该这样想，但是人就会有这个障碍。可是而且我后来又想一件事情，汇1000块可以吗？我告诉你，汇1000块也不行，为什么？手续费要15块，所以
如果我汇刚好1000块给他，他还是提不出来，所以我只好最后我就在想说，我要汇就要汇1100给他，我汇1100给他，我剩多少？400块这个差距又更大了，挑战我的人性啊！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圣灵就是这么的奇妙。圣灵在这个时候让我想起来，当周的礼拜天，我实习教会的牧师他讲到的经文是这一段，出现在雅各书。我们都知道雅各书非常的强调行为跟信心的关系。雅各书里面有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弟兄姐妹，雅各书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画面。他说：“清洁没玷污的虔诚。”弟兄姐妹，如果你敢说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告诉你，不是因为你礼拜天准时来做礼拜，不是你在奉献箱投下你的11奉献，不是你在下面专心的听我讲道，也不是你站起来用诗歌赞美上帝，而是什么？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我站在提款机面前，正想着我到底要汇1100给他，还是汇那个没有用的500块给他。我想到这段经文，然后我把提款卡插下去，凭着信心把1100块汇给他。正因为因此这样子，他没有饿死。我不知道一个人可不可以饿到第4天、第5天啊？我不知道在场如果有医生，你可以告诉我。那是大概5年前的事情。我刚才说了，这5年来，阿玉都非常非常努力的在找工作，在认真的想要在一个工作上稳定下来。可是我说过了，他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弟兄姐妹，你可能会很怀疑，为什么一个好手好脚的人，连 7 的工作都不能做？我告诉你，因为他小时候被那群螃蟹吓过。你没有这样的经验，你不会知道那样子对一个人的心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这部分我不解释总之呢，这5年来，郑玉啊，他只要每次快饿到没钱的快吃东西吃到没钱要饿肚子的时候，他会很不好意思的用赖跟我说：“小艾叔叔，对不起，我钱又快没了，可不可以麻烦你汇钱给我？”5年来，如果你算算看，如果1000块可以撑5天，已经很久了吧？弟兄姐妹，你1000块可以5天吗？包括吃饭喝水。如果1000块可以撑5天，1个月就是6个1000块，也就是6000块。郑玉每次跟我说的时候，我都知道我不应该拒绝他，因为雅各书告诉我，如果我说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就应该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郑玉他就是非常非常标准的孤儿，他就是个孤儿，他父亲早就已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可是弟兄姐妹，我问你，如果你是我，你会不会有软弱？你会不会有几次觉得我不该汇钱给他？你会不会有几次舍不得，在你1个月当中已经不是那么充裕的收入当中，你再分6000块给一个跟你非亲非故的孩子？你会不会？我告诉你，我会。各位不要误会，我今天不是来募款是这样的，桃园教会已经对我非常的好，给我的谢礼，给我住的地方，给我各样的福利，都比我的同学来得多。可是呢，因为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5年没有工作，所以我的薪水里面，我的谢礼里面有一大部分是要去付这笔贷款，剩下没有非常多。可是呢，每次郑玉他用赖跟我说他肚子饿的时候，我心里会有软弱的，我真的会有软弱。我正在想如果我给了他，我接下来的日子要怎么过？我要怎么撑到月初啊？我要怎么撑到月初？结果弟兄姐妹，你知道，除了这段经文之外，圣灵就是如此的奇妙。他有一天让我看到刚刚那一段山羊跟绵羊的比喻。王对山羊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渴了，你给我喝。”王说：“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王说：“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们给我穿。”王说：“我生病的时候，你来看顾我；我在监里，你来探访我。”弟兄姐妹，有一次我非常认真的读到山羊跟绵羊的比喻的时候，郑玉的赖的简讯又来了，小玉的简讯又来了。他说：“小玉叔叔，对不起，我已经很节省、很努力了，
可是我真的没有钱，你可不可以汇1000块给我？弟兄姐妹，你知道那个时候我的心情不是软弱，你知道我那个心情不是犹豫说我要不要给他，你知道我发自心底。那时候我坐在神学院教室里，我没有办法跪下，但是我的心里真的跪在地上。跪在地上做什么？你知道吗？我跟上帝说了一句话。我跟上帝说什么？我跟上帝说：神啊，我真的很感谢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学习操练如何成为一只绵羊。弟兄姐妹，你有听懂我所表达的吗？这1000块啊，汇给汇给阿玉之后，受惠的人是谁呀？是我。如果我身边没有一个阿玉这么的困难在生活，也让我知道我有什么机会在神面前无愧的跟耶稣基督说：神，我曾经操练过要成为一只绵羊。这是神给我的机会，不是我这个人有爱心、有怜悯的心，愿意把钱分给那个需要的人。我最怕今天讲道完，你们的结论是传道是个有爱心的人，那我的讲道就彻彻底底的失败了。我今天要表达的是，当你身边有一位最小的弟兄，你愿意在他困苦的时候，把你的所有的分给他。而且弟兄姐妹，你知道这当中有一个很普遍的人的软弱会出现。我身边有一些人知道我在做这个事，他们会问我说：你这样子做，这个孩子永远长不大。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论调？他们会说：他好手好脚的，你为什么不让他训练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弟兄姐妹，我请你面对这样的怀疑质疑跟声音啊，我请你清楚的再看一次山羊跟绵羊的比喻里面，上帝有没有说你要先判断这个人有没有能力，再把你所有的分给他？有还是没有？没有。这里面一句话都没有提到说最小的弟兄应该是怎么样才叫做最小的弟兄。评断的人是谁？只有上帝。当这个人他真的没饭吃的时候，困苦潦倒在你面前表达他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没有权利判断他值不值得我们怜悯，因为绵羊的比喻里面没有说我们可以判断，上帝没有赋予我们审判跟判断的权利，没有，你只能选择顺服或是不顺服。当我想通这一点之后，我发现我每次汇钱给他是一件非常极度喜乐感恩的事情，因为是上帝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学习如何当一位绵羊。我为什么要讲这段比喻？讲到一开始的时候，约翰告诉那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跟撒都该人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弟兄姐妹，我认为这个就叫做结果子。如果你的生命只停留在你受洗的那一天，你受洗之后，你并不在意你身边的人的需要，你并不在那些关键的时刻愿意分享你所有的，请问有一天你在神面前，你被分作山羊或是绵羊的时候，你敢跟上帝说，你敢跟耶稣基督说：是的主，我曾经承认，我曾经在你面前操练自己，让自己成为一只绵羊，你敢说吗？所以弟兄姐妹，我要你现在思想一件事情，我邀请你思想一件事情，你身边有没有一位最小的弟兄？我请你现在把这个人放在你的心里。如果有，我为上帝感谢你，因为你跟我一样有机会学习如何当一位绵羊。你想着这位最小的弟兄，待会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要为这位弟兄还有你自己来祷告。弟兄姐妹，我要你，也许你今天来参加主日的时候，你没有想过你要面对这样的一个抉择，但是今天传道在这里邀请你成为一只绵羊。我不愿意末日的那一天，我们在绵羊这边，你在山羊那边，我真的不愿意。所以我今天要很明白的告诉你，我们如何成为一只绵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亲爱的主，天父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将最小的弟兄摆在我的身边。亲爱的主，我感谢你，因为我蒙了你的怜悯，有机会在人的面前，在上帝的面前学习如何当一只绵羊。
亲爱的主，感谢你，因为你将那个山羊跟绵羊分别的标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我，让我无可推诿。亲爱的主，我要为我心中那位最小的弟兄向你祷告。主，我求你看顾他，怜悯他，我求你帮助他。主，我求你给我够大的信心，我求你让我带着那个复活的圣灵的恩典，把我所有的，把我所拥有的东西分给那个最小的弟兄。主，我现在就为最小的弟兄向你提名祷告。弟兄姐妹，我现在邀请你在心里面提名的为这位最小的弟兄祷告。主，我求你怜悯这位最小的弟兄，我求你透过我跟这位最小弟兄这个美好的相爱的关系，我们再次看见你奇妙的作为彰显在这个世界上，彰显在最小的弟兄身上，也彰显在我身上。主，我是如此的感谢你，因为我身边有一位最小的弟兄，好让我这个罪人有机会在你面前学习如何能成为一只绵羊。好在那个我末日的时候，面对山羊绵羊审判的时候，我敢小声的在你面前说，耶稣基督，谢谢你曾经赐最小的弟兄在我身边，好让我有机会跟你说，主啊，主啊，主啊，我要操练学习成为一只绵羊。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带着对最小的弟兄的这个爱，还有分享，接下来过这一整个礼拜到永远的生活。当他们遇到最小的弟兄的时候，他们是因着感恩把他所有的分给他，不是因着他自己有爱心或是怜悯，或是他高高在上可以去可怜那些需要的人。主啊，因为这是你赐给我们的机会，感谢你上帝，听我们众人同心合一的祷告，是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咱三甲来吟圣诗第354首。咱人既然大做出世，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即时来奉献，请陈碧贤、刘泰山执事来施献。
会众请起立念奉献的诗。即时我来报告，而报告的大声，咱三个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煞则做伙读两遍。当咱信若甲基督同死，就要甲伊同活。在基督已经对死人中过活，无过死，死无过管辖伊。罗马书6章8到9节，请。当咱信若甲基督同死，就要甲伊同活。在基督已经对死人中过活，无过死，死无过管辖伊。罗马书6章8到9节。当咱信若甲基督同死，就要甲伊同活。在基督已经对死人中过活，无过死。死无过管辖伊。罗马书6章8到9节，咱继续来看第2面。消息报告：本主日中昼12点半，伫702教室召开得胜者团契的主日预备，请得胜者的成员出席。下主日正月19是得胜者的主日，欢迎安加利传道到本会请安分享，请兄姐为这个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2，为总会国内外宣道奉献主日，请兄姐为这个事工来关心代祷奉献。第3，第2场礼拜煞接续要开互助社社员大会，主日的爱餐暂停，由互助社来提供便当。若毋是社员离席的时阵，一个人领一份吼。社员请踊跃出席，有纪念品。中昼12点，伫701要来召开传道部的会议，请部员出席参会。下晡1点，伫701召开教育部会，请部员出席参会。教会消息，请各部伫今仔日1前交即个合会手册的资料到办公室。具体消息，咱本会牧师陈经志牧师的妹妹，陈学伟姊妹伫正月初10暗时7点37分安息主怀，请兄姐为牧师甲伊的厝的人来代祷，求主来安慰。教界消息，得胜者的志工训练课程，才有4个课吼，咱时间咱请家己来看。搁即个陈牧师的妹妹吼，即个是伫1月19吼，要做告别式吼，为即个事大家来甲关心代祷。1月份的日周中集，是我本人，拜六是吴文仁。即个礼拜是黄文公，1月12，本周加下周1月19，服侍人员，请咱家己来看。顶周聚会的情形，咱让咱家己来看。教育部的课程，这加主日学的聚会，咱请做伙来家己来看。周间的聚会，即个咱有咱家己来看。教会小组的聚会，咱家己来看。
中山区是1月18拜六暗时7点半，才写7点毋对吼，应该是7点半。以上吼，我即个这补充报告啦吼，这段时间咱为了牧师吼，伊个厝的人吼，来祈祷。1月19吼，要举行个别设伫台南的迄个民族路教会，是因遐来举办啦吼。咱吼教会看遮兄弟是安怎，咱为伊来祈祷安尼啦吼。后礼拜提醒啦吼，合作社社员大会吼，迄天是无便当吼，但是咱基本上拢会分便当来咧遮做伙吼，要互咱知影。好，咱即个补充报告到遮吼，咱做伙来吟上营第386首。即个王冠勋兄弟有来遮无？在，好，请起立吼。今仔咱的新的朋友王冠勋，是金融界咧服务吼，有阮两个朋友吼来昨个有来前个礼拜今仔佫来欢迎吼，请坐。咱做伙来吟上营第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会众请起立。姊妹，咱三家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耶稣基督救恩、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交通甲感动，甲恁众人三甲伫地，为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祝歌，唱歌队。电工绿岛。
时，请求行平安礼，大家互相讲耶稣听你。